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讲到这几日，大家除了关注到拄啊才过去的选举之外，嘛看到中国会出现着白纸革命。但是这是抗议还是革命呢？敢若亲像咧搏得顺，敢若会生出敌拿来拖规群嘛？也是要求自由疯狂放互软，大家就树农工商乖乖啊转去困。习近平拢是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敢会稳？微微啊的灯火照着希望，敢通会传风远？中国的变化关系着台湾的命运，今仔日好好来观察甲评论。首先，咱来紹介到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是咱華人民主書院協會的這個理事長詹建元詹教授。主持人跟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第二位呢是咱華裔的加拿大的記者，前民陣的主席盛雪女士。各位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呢是拄啊來台灣啊無偌久，嘛是對中國來來台灣的作家。上官亂，嗨，大家好，我是上官亂。那麼第四位在咱線頂的是日本維吾爾協會的這個創會會長，維吾爾創會的協會會長伊里哈木先生，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嘉賓大家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哇，您說得很好。接着我們就一起來關注啊。那麼最近這幾天，其實是所謂的白紙革命呢，是從這裡開始的。維吾爾自治區、維吾爾族地區呢，這個烏魯木齊區一棟公寓發生了火災，因為疫情來封鎖，害死了10條人命。這民眾為了要抗議上過嚴格的封鎖的政策，上過來示威，落尾演成了變做白紙革命，在全中國。發生了有90幾個大學，嘛是咧開始咧抗議，到底安怎一回事？真濟都市攏變做演變，敢會變做另外一處的革命？到底來關心。共產黨下台！習近平下台！習近平下台！解放新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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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全中國！解放全中國！上海抗議地點喺烏魯木齊中路周邊，到17暗時已經是連續第2天，為哀悼火災死者活動演變做嚴重革命衝突，就親像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少年人為主的抗議群眾向鎮暴警察唱國歌，義勇兵進行曲。民眾嘅人要求警方放出還抓起嘅抗議者，也有人喺抵抗警方逮捕嘅時陣，話那邊垃圾話。同款嘅話也出現喺首都北京清華大學學生喺校園集會，聲援烏魯木齊甲上海抗議。抗議場面為此時繼續到暗暝，為校園拖個市區。上海已經有很多人被抓進去了，不只是昨天晚上，他們是為了大家，是為了所有人，是為了每一個騎手不被封在家裡，為了大家能夠吃上藥，能夠吃上飯。我們應該聲援這些更勇敢的人。上海放人！上海放人！中國政府除了封堵火災甲抗議信息流傳，引起民眾也白紙抗議新聞封鎖。英國 BBC 記者勞倫斯喺上海採訪抗議活動時陣，也和警方拘留幾點鐘。
BBC 报道指出，中国当局明显提高抗议群众力量，因为这只是部分现阶段严格清零防疫管控。疫情爆发3年来，无论感染人数增加减少，严管病毒安怎变异，坚持严格清零防守已经严重影响经济活动甲民众日常生活。也伫20代过后不偌久，习近平抓安权力的同时，民间出现要求伊甲共产党落台好声。公司新闻徐家珍报道。咱这一次呢，看到这个新闻片哈，实在讲是真长，差不多2分半钟，要先互观众朋友有一个概念。如果你最近啊，只敢关心着台湾的这个选举啊，来看中国的民主化是不是出现了这个光线，敢有这个希望？但是最先开始的所在是伫乌鲁木齐。咱讲到台语的乌鲁木齐呢，是讲敢若乌西，但是乌鲁木齐在目前为止。最新的情形是安怎？我们来请教线上的伊里哈木先生。伊里哈木先生，您好。你好。那么您是不是呢？可以跟我们大概上描述一下？那么事情发生到现在哈，我相信您一定有朋友的朋友或者是亲友都在这个区域，他们所传递给你的讯息是什么？您可不可以给我们第一手的这个讯息？好的，首先我。得到这些信息也是在我们维吾尔在线上，互相交换信息以后，再得到各方面的情报啊。就是说在这个火灾发生到这个消防队正式向这个火灾现场喷水。这之间，整整要了2个多小时，但是呢，这个消防队呢，离这个火灾现场呢，他们的直线距离只有650米。但是呢，消防队为什么没有能进去呢？这就是中共的这个清零政策，把这个小区的大门都给封了。这不仅仅是分了这些大门，这个小区外面还有很多个人用的这些汽车呢，小汽车，在这个路边放，两边都放着汽车，中间还有别的杂物，这样的话呢，这个消防车就无法进来。那么这些车主都在哪里呢？这些车主都在这些楼房里，他们无法下楼。挪开自己的车，为这个消防车开路。所以伊里哈木先生，您的意思是说，其实就是因为它是封控，所以这些车主都没办法下楼来把车子呢赶快把它开走，而造成了这样子的这个悲惨的这个结果。那么我想请教您了，对，这个地区是所谓的高风险区吗？这个维吾尔人居住50%以上有维吾尔人居住的区域呢，在乌鲁木齐都是高风险区。哦，您的意思似乎是以这个族群、以民族来做划分吗？还是它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它就是为了控制维吾尔人，这个它的特殊的用意在哪里？这个还需要检讨，还需要调查。但是呢，维吾尔人所群居的这些区域呢，在乌鲁木齐都是高风险区。同时，这些区域的有很多维吾尔人呢，不管他是不是阳性，大家有一部分人，也就是说有半数的人呢。都被带到所谓的方舱医院。对，所以您可以这样推断说，在这个区域里面，几乎有1半的人都是属于高风险区。因为我们我只能说，在日本的维吾尔人，他们的亲戚朋友，在乌鲁木齐的，大家的亲戚朋友都在高风险区。是，所以说呢。维吾尔人所居住的区域，在中共乌鲁木齐市政府来看，
都是高风险区。是，那么再请教您一个问题哈，在今天呢，我们已经在下午3点也知道一个最新的消息，那么可能在28号、29号左右，那么即将呢要把这个乌鲁木齐呢给做适度的解封，快递可以进入，那么小区可以开放。如果5天之内没有再新的这个案子进来的话，那很可能就降为低风险区。同时，最重要的是卫健委也发布了，要万一这个如此这般之外，同时也说他要把那个所谓的层层加码呢这件事情，要大家要清零，要落实，不要再层层加码。您怎么看这件事呢？那首先，我们今天已经得到消息，一些人可以出门，但是已经被中共折磨的已经犯恐惧症的维吾尔民族呢，还不敢太相信共产党能让自己自由的出门，所以说呢，有很多家庭都是派1个人或者是2个人出去采购一些蔬菜、粮食之类的。所以说呢，他们说不层层加码，他们并不是对于维吾尔人来这么说，他们现在是主要是在看汉人群体是否对政府有什么行动。如果汉人群体也没有什么行动的话呢，那他们可能把这个作为一个下台阶的一个机会，他们会暂时开放，但是呢，为了他们的需求，年底明年的春节都可能成为让维吾尔人重新锁在家里的一个理由或借口。是，那么现场也有您很多认识的朋友，包括这个曾建元曾老师，我先请教曾老师。那您一起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哈，张老师，他多少呢？伊里哈木先生有讲到，讲在这个俄罗斯这些哈，即马超过50%以上的这个因的这个维吾尔的这个族人啊，拢受到这高响，但是因的这个生计，包括着中国其他的都市，乃至到讲会发生这个白纸革命哦，咱头下电话也有讲到，讲这个革命到底是革命的战处，还是抗议的战处？因为咱头下看到这个影片内面哦，有真侪人讲甲真保守，讲哦，我只是安怎，我唔是啊，有甚至会唱国歌，吼，唱这个国际歌来表示爱国，互你袂当掠。这到底即马这个中国这目前的情形，你甲咱观众朋友所做一个这个总体这个介绍。因为革命有一个伊的定义啦吼，所以爱到迄个规个体制吼，迄个反转啊，这个单词啊，咱才会当讲是革命啦啊。所以到即马为止啊，伊敢若是一个可能是迄个全国各地吼同齐发生的这个群众的事件啦吼。所以还是讲社会这个抗争的这个事件吼。但是呢，因为即马中国的这个防疫哈，这个政策哈，这3年来哈，对中国人民哈，伊本来就无这个政治的自由嘛，所以因对于中国人来讲，伊的自由就是消费哈，消费自由就是讲日常生活当中啊，会当像世界行大买啥物件，食啥物件，对哈，这是伊至少可以掌握的一点哈，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一寡自由的空间。但是这个疫情这个风控，咱看到讲，或者这社区啦哈，就大楼啦，你嘛无法度随便出去啊，吼。啊，你要去你刷一下车都唔敢嘞吼。是啊，所以那这吼，你若讲暂时吼一点仔时间，大家当忍受啦，吼，讲为着大体吼大局吼来设想。即嘛是讲中国这个政策是遥遥无期呢。哦，你看本来大家讲20大吼结束了吼，应该可能迄个政治的考虑啊，会当放解封一下吼。嘛有传来讲无一定哦，到明年吼，这个两会时阵吼，迄个新的政府吼，完成改组。才要开始，算算还佫2、3个月。3、4个月咧吼。所以吼，这个
若是讲到时阵政治有啥波动哦，无你看到这个政治性的这个防疫政策会。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讲，这个虽然到目前为止唔是到这个革命的战处，但是后续会当来继续来观察。是，就是讲看即马习近平啊，这个政府是安怎来面对吼，这个民众，这是普遍的这民怨哦。因为人用基本嘛，人是动物嘛，吼，淡薄仔淡薄仔。嘛爱社交自由，嘛爱食饭，嘛爱出去行大溜溜的吼。对，所以你安尼全国全面的这个控制吼，伊毋是干那迄个你的生活空间呢。你的这个你对外通讯啦，吼，你网络上面拢是国家你用电子的控制啊，所以一个人是规外口到内底拢互政府啊看了，伫这个情况之下吼，即马就是讲人民有人去有一寡波动吼，还是讲政府处理无好，大家共款心情嘛，拢会发泄出来了哈。只是讲。像讲即马可能还未发展到这个全面性的这革命的这个战术，是因为讲咱若是讲要到迄个战术，要有一个组织，啊，佮有一个动员吼，另外就是讲行动这个方案这个规划，最后要有一个政治这力量来接手来领导大家。老师，你这个条件真严格哦。咱看那个中国历史啦，是外国这个基本史拢是安尼啦。我翻译一下给这两位听听看哈。刚刚曾老师的意思是要到革命的层次，得要有人先点火，然后中间要有系统，要有组织，最后还要有人在政治上能够来接受，这样才会足以变成一个完整的革命。但是以目前为止，我想请教两位，先请盛璇。您来谈一谈，到目前您观察，它有可能演变成真的一场革命吗？实际上呢，那我们要看革命是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规模。事实上呢，现在这场白纸革命，它已经是被称为是革命。那么，因为呢，我们知道，其实这次革命为什么那么的被关注？因为在中共的清零政策、风控政策之下呢，可以说人们觉得没有任何空间、没有机会、没有可能。能够出来进行这样的抗议，尤其是成规模的、成群体性的。那么，可是呢，确实是发生了，而且呢，现在已经不是说1、2个地方，而是10几个地方同时发生了。那么，能不能够演变成一个成功的革命，确确实实是需要很多的因素。我们起初也看就觉得可能是零星的，但是不对，又看到好像有79间学校都发生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也知道哈。中国共产党的起家就是学运，是。那么这79间学校呢，会发生这样的事儿，我们就不禁要问说，它后续的可能性，以您也曾经经历过8、9民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您觉得这个像不像？有没有可能呢？实际上，现在这场革命它是有非常独特的这个特征的，跟之前的所有都不是完全一样的。是的。因为比如说8、9民运，我们说7、9民运，7、9民运呢，那个时候呢，人们求的是开放，求的是共产党的统治放松一点。那么到了8、9的时候，人们求的是反官倒、反腐败，就是共产党你做得好一点。那么这一次，我相信呢，是应该有足够的人数意识到，所发生的这些灾难都是它的根本原因是共产党这样的一个政体，是它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统治的模式。是它的这个清零政策，是它的整体上的问题，而不是说你再做得好一点，你再改革开放再放得大一点等等这些东西。所以说这次为什么是真的是有人提出来，不仅仅是习近平下台，而且还有打倒共产党这个口号呢？不仅仅是在一个地方，是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出现了。这可能是这50、60年来，至少我们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跑出来，可能也是社交媒体的关系吗？当然不应该是第一次听到，因为呢，其实中国人的反抗运动从他1949年建政之后，从来没有停止过。不过呢，在前些年的大部分行动呢，基本上一开始有萌芽就被他消灭掉了。很多人确确实实被他就是完全是等于肉体上就消灭掉了。那么这一次，这个主要是形成了规模，而且呢，我们因为我自己是海外民主运动的嘛。所以我们在很长时间当中就是推动这样的一个思路，
只要是足够多的地方能够形成体量够大的这样的反抗行动，事实上呢，当它已经是超越到中共的镇压的力度所不能够全面覆盖的程度的时候，那么就是整个的这个转折点的到来。所以当然我也非常的希望，就是这一次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转折点。可是呢，现在还不是说完全能够看得出来，至少这个目前的这个整个态势真的在朝这个方向走。因为我们看看海外，从1989年之后到现在，这一次真的海外也是应该讲，特别是年轻的中国学生，现在很多的学校的学生都起来了。因为我来自加拿大多伦多，在前天晚上，加拿大多伦多的中共领事馆前面是出现了700-800人的这样的集会，而且90%以上是年轻的留学生，拿着白纸吗？对，他们当中也是，因为就是包括在季道在乌鲁木齐的火灾丧生的这个维吾尔人包括反对清零，反对什么？但他们有喊出习近平下台吗？有，反对习近平，就是他这个习近平下台，推翻中共，叫做这个口号是气吞山河。因为在现场，我先生也有录了录像给我看。所以您的这个论点就是从这个基础来观察，在国内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现在呢，实际上里外已经有这样的呼应。那么这个呼应哪里来的？是因为彼此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中国大陆现在呢，虽然它是在被封控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可是已经是有这么多的人开始站出来。这个尤其是这一次这个白纸的抗议、白纸革命，我呢就在想，它真的是非常的有深意，因为它变成了一张白纸去述说我所不能述说，表达我所不能表达。而它是没有边界的，就变成了好，你来镇压我，那么你来解读，是吧？你以为我在说什么？它就是变成了可以无限的延展、无限的想象。那这种情况，我相信对中共其实形成了更大的挑战、更大的威胁。好，关于白纸的这个含义呢，待会我们还有另外一段我们来谈。我们先来请教上官乱啊，觉得这个现在这个时候是丞相起风了吗？你觉得呢？你是说就是革命真的是有一点苗头，有一点势头了吗？以你才刚刚，我想你今年可能是去年才来到台湾，那之前其实前2年的风控，你也曾经经历过，你自己的亲身的感觉跟比较。首先我这个分几个层面来看，首先我觉得就是从革命性这一条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它的规模怎么样，或者是它的有没有流血冲突，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实现在海外的主要媒体把这次白纸革命称为是一场和平抗议，因为我们严格来说，第一点，没有发觉很明显的这个抗议民众和这个暴力机器之间的流血冲突，它并没有达到香港的反修例运动那样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当然中共现在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暴力机器只出现了警察，甚至连武警都没有，更不要说军队了，还没有出现，就是它整个这个维稳的层级和这个暴力的层级，其实还是比较和平的层面。那么第二就是，那么它的真正的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在哪儿呢？就像刚才这个盛学老师讲的，它就是口号。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口号啊，就是。大家肯喊出，因为就是因为我有朋友在现场，大家真的真真切切的、清清楚楚的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从1989年到现在这么几十年，长期以来中国人这种自我阉割的这种权辱主义实用主义，甚至和就是。这个统治权力之间的某一种默契，就是我也不说那个打倒你，但是你要保证我吃饱饭，这个默契已经没有了。就像2个仇家终于撕破脸了，就再也不留面子了。就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就是将来如果接下来还有什么抗议的话，它只会往上走，因为把这个天花板那个推高了。这个往上走，所以呢，就是这一定是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一次变革。它谈不上革命，因为还没有命嘛，没有出现什么人命。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就是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今天看到一个Twitter 的网友，他说了一句话，我非常的动容。他说他们的上街让我们发现我们不再是孤独的。
就是我们其实这么多年，因为中共的对言论的管控、对思想的管控，尤其是他借助这个社交媒体夹带各种的意识形态的私货，然后大外宣，让海内外都以为中国所有的人都是小粉红，都是战狼。那其实不是因为全都是战狼，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人，就是有思考能力的人、有自由意识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发声而已。这一次大家出来发声了，所以您的意思是说，过去大家彼此都不认识彼此，后来发现说，我们突然发现，哎，原来你也是，怎么到处都是战友啊？对，怎么到处都是自己人？就是我们突然发现自己不孤单，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无声的这种力量是在我们心中有炸裂感的。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激动的，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这次革命它到底会不会对这个集权造成冲击？其实我可能我有一个观念哈，就是我认为。其实我们从历史上看来，包括台湾的历史，这么100多年的历史，其实台湾的反抗历史也是从日治时代，从1895年乙未保台战争就开始了，从来这个抗议从来没间断过。但是台湾从开始抗议，不管是抗议那个日本政府初期的镇压，还是抗议后来的国民党政府退台之后的这个白色恐怖，都发生了无数次抗议。但是我们最后多少年才实现民主？这也那好几十年，70、80年，近100年，对吧？那么中国才刚刚开始真正。这么从89到现在30多年了，才有了第2次真正成规模的抗议。其实集权它要瓦解，其实它有2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点还不是抗议，第一点是它自身的矛盾。集权它自身它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就是。它要活下去，那么它必须要有经济上的合法性，那么它必须开放。但是开放呢，又势必让它受到这个意识形态啊这种人的自由本能对它的冲击。这一点是集权它最根本，最本质上的矛盾。集权本身它是完成不了，它没法调和的。所以集权本身它一定会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衰弱。那么这个时候再加上民众的抗议运动，那么这2个因素相互叠加、相互耦合，才最终能达到这个社会变革的这个目标。那么综合来说，就是这一次白纸革命，不管它最后达到什么效果，有可能明天就真的销声匿迹了。大家就对这个抗议政策中共这个转向了。但您觉得它就是一粒麦子掉在冬天的雪地里？对，它就是一个火种，就是我不知道这次有多少人，但一定是成千上万的普罗米修斯到来了火种。这个火种是不会灭的，这是一个开始。今后它只会越来越高，今后可能它会消失一段时间，但是下一次一定会比这个高。它一定会和集权本身的这个矛盾相互叠加，造成最后的社会变革。所以我是很乐观的。是，我甲观众朋友小讲一下他认为第一，认为这个革命实在是讲爱值得观察。值得观察呢，主要2个目的、2个原因。一个就是以早无人发出讲习近平落台，中国共产党落台。第二个代志就是海外海内，大家开始发现讲，你也是同志，我也是同志，大家忽然间找到同志，感觉家己无孤单。这个感觉其实在咱台湾实在讲，咱民主化遮久啊唔捌有这种感觉啦所以讲给观众朋友来听詹老师他在听到这2位因亲身感觉也是在这个中国大过。这个尤其今仔日咱知影讲一个艺术家叫艾未未伊讲这个白纸革命无法度来这个摇动中共的这个政权。你感觉呢？要摇动中共的这个政权当然有足侪条件，但是有一个起点就是人心啦就是讲你袂惊吓，共产党就是用这个恐惧嘛，恐怖的统治，互大家惊讲我若是反抗，还是无共的意见，用拍、用打压，还是讲咱的一寡权利互剥削。但是呢，即届真侪人敢讲出讲要互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你也知影因是有这个电子的这个天眼啊，在监控系统，随时会给你录起来的对啊，你上，即马咱嘛伫迄个这个网络啊，咱嘛看到迄个人生啊啥物款啊，这共产党敢唔知影讲要调查讲这是什么人，但是伊嘛是甲这心声甲讲出来，表示讲愈来愈侪人唔惊。咱爱注意一点，就是讲，若是这个人遮侪人
伊拢讲出伊心声啊，但是呢，共产党啊，无法度当这掠遐侪人，讲一个时间，掠遐侪人，因为伊的监狱嘛是冇也是安那嘛是有个空间的限制嘛，所以呢，当他伊的这个镇压吼，无法度全民性时阵吼，这里面吼，伊这个甲政府啊对抗的这个报道就是讲这个边界，为杀过头前去。对，吼，所以一边吼，慢慢啊，大家白惊啊，这心声也是讲对政治也是对政策的具体的要求，都加讲出来啊。我感觉这是这届吼，真有意义的代志。是因为吼，这个虽然有人话讲要叫共产党落台，但是咱知影讲这个矛盾吼，主要是讲这个防疫政策吼，伤严啊，所以咱看到嘛，像高楼莫济啦，也是一寡所在吼，就开始放松啊嘛，互人当就今日下晡开始宣布啊。是啊，好，所以都是开始吼，共产党嘛知影讲啊，咱为较黎明吼。老师，安尼我来反过来问，啊，如果伊若小可放松一下，啊，人民就是毋是开始就讲无就开始，咱就转来属农工商，佮继续咯。哦，这个防疫政策，伊是规个体制问题哦，就讲这个敢有需要母啊甲这个程度哦，是上来做这个决策哈，是科学还是政治哦，这个考虑，这吼规个这个思考，咱为这个知识分子啊，这个大学生、这个教授，伊大家拢咧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呢，除了这个部分的开放啊之外，其实这个规个政策的去决策的这个过程，也是这个体制问题，我相信吼。会引得大家来思考，会政已经开始啊。对，唔是干那这个防疫政策、教育啦、经济啦、吼政治啦，各种的政策，大家都有机会提出来讨论啦，但是讲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起点，就是看讲习近平伊这个政权对这届这大家真是无共意见，伊敢有法度来强烈的镇压。若是无法度的时阵我相信这互人民啊一个鼓励，其实嘛是另外一部分互共产党去思考无一定爱用这个全面的这个压制的方式来甲人民来沟通你若是讲要顺利这个政权当延续过渡到明年的这个3月时阵，安尼无你较唔通用所以詹老师的意思是讲，中国的这个政权，中国共产党基本上也有淡薄仔理性，会去思考讲，安尼对伊来讲是总体有利，伊要行这个方向。咱若是讲习近平个人，咱先撇开不说了哈。这共产党因这个集团，伊上大的利益就是执政嘛，咱伊政权咱维持所以这个政权的这个利益，甲习近平可能本身可能不一定等同，因为若是讲这个船啊并过安尼大家拢无这个共产党大家拢淹没。因叫做同舟一命啊哈。若是讲甲习近平除了大家拢会当活命。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啦，就是看讲习近平免来处理这个即摆这个代志，若处理无好，我相信当然有机会啊。上少这个迄个国家主席啦，这明年要改选嘛都会甲动落来，做一个迄个政治的这个交换嘛我认为这就是爱以东来的这个反对派还是开明派，有应当是利用这个民意这个方向伫东来啊，开始咧加棍啊对，我认为爱尼做啦，所以讲爱想办法唔通互这个习近平用伊个国安的这个系统还是动用这个国家暴力的这个机器比如军队来出动啦，来压制这个人民。这我想讲这应当是这个东来还是政权内部这方面这个决策这方面要有更侪这个思考。好，我稍微翻译一下刚刚曾老师所说的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有可能因为疫情防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了延续他的政权而愿意
让习近平会不会或者不能说叫做愿意，而把习近平给赶下台？两位觉得有这个可能性吗？那么盛女士，其实呢，中共内部有非常强烈的反习的这股力量，因为有一些比习近平更聪明的人，他们觉得习近平这些年的倒行逆施是在打击和毁坏中共在前边差不多40多年所建起来的，包括他的经济奇迹啊，包括他的外交关系啊等等方面。那么习近平他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那这些人是应该会希望找到一个契机，是要把他赶下台的。而且呢，之前也已经是尝试过很多次了，但是呢，习近平他有这个能力能够掌控全局，但是这次疫情的这个现在发展到这一步啊，我也相信呢。如果说中共党内的这种反习的势力，他们看到今天到了这一步，那么民间的反抗势力也起来了，那么国际上呢这种就是呼吁这种声援也起来了，那他们可能会借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是，那阿乱呢？你觉得呢？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这种。中共内部到底有没有就是形成这种可以制衡习近平的合力？其实我无从判断。对。但是呢，我从另一个方向来判断的话，就是中共到底就是中共会不会借防疫把习近平赶下台，取决于中共到底怎么样看待这个防疫。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其实。到目前为止，虽然我们看到这个20条，也看到因为这个大规模的抗议，中共对这个防疫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放松，但是呢，我们并不能推断中共是放弃防疫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对中共来说的话，对整个政权来说，他坚持现在目前的防疫政策，对他们是大大的利大于弊的。怎么讲呢？就是从4个方面来讲，首先我们说政治利益，因为。怎么讲呢？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防疫已经搞得一团乱，已经大家怨声载道，非凡迎天。但实际上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中共都这样了，他还要继续持续下去？就是因为我们看一下，因为有防疫手段，因为每个人就是都被中共以合法的手段控制，对。就是中共，他以前花了那么多，每年花了比军费还高的维稳费都没有达到的效果。现在因为防疫，他用很小的成本，只需要做这个2维码出来就可以，对，就可以控制每一个人。他为什么要丢掉这么好的一个工具呢？我觉得他没有理由放弃。那这是政治利益，就是因为这个防疫反而巩固了他们的整个社会管控的效果和这个成本。极大的缩减了他们的成本，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政治利益。那么第二个经济利益就是，这个经济利益其实分2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就是这个防疫相关的产业，包括核酸检测啊，包括疫苗产业啊，培育了每年几千万亿，这还是几千亿，这个还只是纸面的经济数据哦，几千亿的这个产业链。当然，我们可想而知，这个产业链呢，肯定都是这个内部的权贵把它分赃走了。这是第一，就是对他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经济利益。那么这个一旦出了事呢，而且很简单了，就把这个出气筒就真的你看是这些核酸公司在搞鬼。对，你看这一次就把你看人民日报的这个社评出来，就是说整个防疫乱象都是因为这些核酸公司在搞鬼，他们又成了这个出气筒了，就钱被中共赚走了，然后锅是核酸公司背了。这是经济利益。那么第3个利益呢，就是第3条呢，可能才是民众的安全。因为民众安全怎么来讲呢？就是中共其实从真正的这个那个卫生健康角度，他们其实拿不准，就是这个放开到底会不会造成大规模的医疗崩溃？对，因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疫苗效力是没有国外的疫苗高的。他们对这个疫苗效力可能自己都没有什么，所以他也陷入一个两难。对，陷入两难。对，这是第3。第4呢，就是从历史上看来，就是那么就拿他们最忌惮的这个苏联解体的案例来看，苏联解体不是在他控制的最严格，不是在他实行最严酷的政策，民怨最沸腾的时候解体的，反而是他开始开了一个口，开始要改革，开始放松的时候，是民众把这个口子撕大，最后推翻了这个政策，所以他不敢开这个口。这个是从历史教训看来的，这4点，我觉得他没有理由让习近平下台。好，那么接着我要请教这个伊里哈木先生。那么伊里哈木先生，您这几年在新疆的这个防控政策，听起来是比起其他的汉人地区要更加的严格。那么维吾尔人的生计，比起一般的汉人的生活，是不是受到更强烈的影响呢？是的，
这个我不可否认，因为中共的这个在新疆的政策就是对维吾尔人，做实验品，维吾尔是一个实验品。咱们别的不说，今年就因为从7月份开始，他们要搞这个清零政策，然后呢，这个从7月份开始，我们的这个庄稼，各种蔬菜或者是水果，这都是进入这个丰收时期啊，就是该取得1年的这个成就的时候呢，把大家都关在家里，这些粮食，这些水果，都成了垃圾。还有已经被送到这个各大城市这个批发市场的这些蔬菜粮食呢，都不可以用，都被当作垃圾，都不能用，因为没有做过核酸。不是没有做过，大家都被困在家里，没有办法上街去采购这些东西。那您知道这个受影响株连的这个状况到底有多么的惨，或者是我们其实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治理，然后让整个产业，这如果在台湾这个有个天灾，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芭乐、凤梨不行了，那马上农委会的主委都必须要到现场去的。那么这个面对维吾尔人的这个需求，他又怎么处理呢？在当地的官员，因为他只知道这个封闭各个区域，但是他在事前没有考虑怎么解决这些维吾尔人的这个吃喝问题，所以呢，在伊犁地区，在南疆地区呢，就出现大量的这个饿死的现象。这个东西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向世界我们。因为用这个维吾尔人发在这个各个媒体上的这些信息呢，向世界传达这个信息以后呢，他们不会相信，因为维吾尔人用维吾尔人所传达的信息来向世界诉求的时候呢，这个世界好像认为维吾尔人说的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提供这些假信息。但是其实呢，如果这个要让一个外国的记者或者是汉人提供的话呢，世界可能就会相信这些问题。所以说呢，今后怎么样？那现在维吾尔地区已经进入了冬季，秋季一过已经进入冬季。那大家都没有时间去采购在冬季需要的这些。我们维吾尔地区呢，大量的这个偏远地区呢，我们必须把这个冬季需要的蔬菜都要提前采购，还有这些煤炭这些东西呢，因为今年的收成都没有拿到家，这个又没能卖成钱，那他今年的冬季怎么做？这些问题呢，新疆的悲剧，这才是刚刚开始。是。那么刚刚我们在讨论当中呢，有提到，就是这么清零政策这么严格，虽然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消息说有部分的放宽，那么对于维吾尔人来说，那么当然过去呢，跟中国的这个所谓北京的政权呢，本来就有一些矛盾存在。那么现在维吾尔人对于习近平这个人，甚至是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这个观感又是如何呢？或者我说你们的观感又是如何？我们的这个其实共产党带着他的部队占领东突厥斯坦以后呢，我们的这种灾难呢，从来没有间断过。但是呢，从2012年习近平夺得这个国家主席和共产党的书记这个职位以后呢。我们的灾难可能比以前的更加深重，所以说呢，对习近平我们没有什么评论，他只是一个暴君，他的目的就是要消灭维吾尔这个民族，要把这个新疆地区呢，也就是东突厥斯坦呢，要作为自
自己的真正的历史上就属于我的地盘。因为维吾尔人的存在呢，他的这个维吾尔人的一切的这个现状呢，它会影响到周边的这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些那个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这些地区呢，它肯定会有影响。但是他要占领这些地区，或者是让这些地区臣服于自己，他必须要首先要消灭维吾尔这个民族。所以呢，我们对习近平，我们这个民族对习近平，没有什么他会有可能会改变对维吾尔人的政策。您不抱任何希望？不抱任何希望。我们现在只有通过这个国际舆论，能否把维吾尔这个民族保存下来，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好，接着我们要请曾老师哈来跟您回应哈。刚刚这个伊里哈木先生也提到，这个东土耳其斯坦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有一个特殊的目的哈，他必须要维持，不然包括吉尔吉斯坦、包括哈萨克斯坦，可能都会有连锁的反应对他来讲。但是他也有想到在中国的内部，可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在中国的汉人，包括这些大城市，他们的抗争其实都还蛮自治的。我们看到哈，其实还蛮自治的。虽然有少数像我们刚刚看到有要打倒习近平，要打倒共产党，但是有的是唱着用一种我们叫做 vandalism， 用一种所谓的这个玩斗主义啊，我跟你游战，我跟你拿白纸，我跟你唱国际歌，我跟你干嘛干嘛。但这个包括前一阵子在20大左右的这个厕所文学，好也有这样。这个我在相信这个世代的年轻人很会利用社交媒体，用这样的方法。您预期这样的这个抗争，这种控争啊，这会当对着这个新一代的这个中国人产生什么作用吗？即嘛，这就是这新一代这中国人伊反抗的形式嘛，哈。过去拢可能以前无遐济这个工具啦哈，即嘛用各种这个比较隐晦还是较嘲讽的方式来表达伊的不满，还是讲伊的反抗。但是讲实在啦吼，你若讲真正要提出你这个无共的这个政治的主张，还是讲行动吼、组织吼，这个有一段啦吼。所以我认为讲，这是起步吼，就讲上少吼有这个伫政治上伫竞争的这无共的这势力，又看到讲这人民的这想法是啥物。所以老师的意见那是你用外合才有法度。是，但是讲一般来讲啊，像这款集权啊吼集权的这个国家，伊若要讲有淡薄仔这个政治的变化。一般来讲就是讲，除了是讲外部这压力啦，吼，内部吼，上重要就是它内部啦，这个执政啊，这个集团的内部吼，产生这个分裂，吼，这叫法度吼，和这个集权的国家吼，较早吼，迄个会当发生这个变动，所以以即摆来看，就是讲，咱嘛知影讲，习近平伊面对吼，虽然表面上伊20大那轻舟已过万重山，看刚才是安尼，其实是来下面啦吼，暗潮汹涌吼，所以讲这个伊当来要来看，伊要来安怎来处理吼，这个包括这个疫情防疫的这个种种的问题吼，甲国内甲国外这个对于未来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吼即摆慢慢要走下坡哈，陈老师，你刚才讲起来，习近平会使是讲国术如麻啦。是啊，但是伊即摆权力拢要家己手头嘛，伊下骹有什么40几个什么小组长嘛，拢是伊咧做决定嘛，人一天毋才24小时尔，吼，所以讲做这代志可能无法度专门去照顾到，所以讲一个集权的这个统治。伊若有较巧吼，天纵英明，那就算了，问题
不是安尼嘛，我要跳嘛哈。对，讲众人的智慧啊哈，这是咱人类的经验啦哈，所以讲对讲做一个嘛是你等习近平来出问题，马上有人要接伊的这个位置嘛，是啊讲伊的权利嘛哈，所以讲我嘛无认为讲你东来大家哈这个齐心协力哈，要来帮助习近平来度过未来种种的挑战的危机啦。内部嘛无啊和谐啦哈。大家嘛就看看他出洋相，看他有什么好戏啦哈。所以这个处理嘛是爱看讲当然要看，咱爱注意这未来发展进展哈。盛雪女士哈，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谈到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现在新一代的这个中国人用网络社交媒体，有时候反串啊，有时候用一些戏谑的方法来做抗议。那么我有问到这曾老师说，这样子跟离真正能够产生变化，曾老师认为是有一大段的距离。您怎么认为这种在整个，尤其对我们在台湾看的人，其实很合我们的脾胃啊，觉得这个当然因为可能对中国对我们来讲比较不像台湾内部的事物，您怎么看呢？其实呢，现在中国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呢，恰恰是中共这样的一个专制体制的它的极端严酷的环境逼出来的。包括其实中国人现在使用的文字、语言方式，都有很多非常变异的地方。就是因为呢，它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审查，使得中国人无法正常的表达。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其实汉文化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但是呢，这些东西他们在这种不同的方式表达的过程当中，它也还是一种抗争，而且呢，人们也越来越接受这样的一种抗争形式。当然，如果说能够形成一个足以促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时候呢，肯定要有更多的方式。其中，我认为呢，首先民众必须要能够有能力聚集，有能力上街，甚至呢有能力去冲击中共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机构和部门。如果达不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基本上只要中共他缓过身来、缓过劲儿来，他还是能够把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规模的一种形式的这样的抗争，都是会给你平息下去、给你镇压下去的。那么另外呢，也是像刚才上官乱也讲到，就是中共内部它的高层的这样的一种斗争呢，有的时候也会给民间的反抗提供一点点的空间，就是等于说是趁乱的时候还是可以起事。那么最终呢，还是要变成，比如说，比较好的可能性啊，就是包括在军队当中能够形成一股反现存体制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让我们想到这个孙文在当年有这个北洋里头的新军来做内应，您的意思？我相信现在习近平的这个10年以上的执政呢，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促成了在中共体制内相当多的反对派，因为他的做法真的是倒行逆施，而他这个倒行逆施呢，不是仅仅在社会层面上造成了很多的创伤、很多的这种人权迫害，而是对中共的统治本身，它造成了大规模的这种倒退。包括在经济上、在外交上、在很多的层面。那么呢，甚至有一些人认为，那他的这种做法是整体上损害了中共的统治。那么，假如说在军队内部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应该是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就形成了另外一个层面的这样的一个抗争，包括引起军变、引起政变。那还有呢，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离不开国际社会的支持。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上啊，说人们说啊，有很多人讲啊，中国的事情要由中国人来自己解决，你中国人自己要有这样的一个诉求，要有能力，你们要能够采取行动，争取等等。可是呢，今天当中共这样的一个统治模式，它有非常强大的经济能力，也有非常高端的这样的一种高科技的这种控制手段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抗争的简单的手段是非常难以实施了，就是你还没有动，他已经知道你要动；你刚刚想，他已经知道你在想什么。那这种情况下，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形成规模了。那我呢，今天特别想这一点，就是这一次的抗争，真的，国际社会不要像在1989年的时候那一次抗争的行动范围是多么的大。是吧？我是在北京，我整个经历了当时89民运的这个全过程。当时在全中国
几千万人，持续了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呢，已经是动员了社会的很多的层面。可是国际社会一直就是在看着，几乎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的支持。是，那么这是境外势力。对，老是要顾及被中共当作境外势力。好，最后1分钟，我请尚慧兰来做一点小小的结论，关于这个现在在中国境内的这些玩斗势力啊，用游斗的方法，您的观察。首先，其实我还是一个观点，首先接着世勋老师的看法，就是他们现在这种，我觉得这些抗议者用非常艺术化、非常多元化的表达，首先呢是表达了他们的一种运动的弹性，为自己保留很多空间，然后逐渐的去拓宽这个边界，然后推高它的天花板。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对，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意义。为什么呢？就第二，就是因为我也是学传播的，新媒体的，其实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越是多元化的，越是艺术化的表达，它越容易传播，越容易传播就越容易引起关注。因为你看那个，就是这次很多口号是来自彭丽芳嘛，就是它就是形成了一个很容易传播的口号。那么第三，那就是革命本来就不是严肃的，革命社会变革本来就有很多种形式。然后我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们最大的祝福，因为一个民主的